聖道加林堂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7月15號，我哋聽到咧提摩太前書第6章。今日聽嘅經文好短嘅啫，咁樣我哋聽咗先至試下解釋，同埋或者睇下短片咁樣啦，好唔好啊？繼續聽啦。你要教導和勸勉這些事，若有人傳別的教義，不符合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語與合乎敬虔的教導，他是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爭辯，善於舌戰，因而生出嫉妒、紛爭、毀謗、惡意猜疑和心術不正，與喪失真理的人不停地爭吵，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其實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我們就該知足。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誘惑、羅網和許多無知有害的慾望中，使人沉淪，以致敗壞和滅亡。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因貪戀錢財而背離信仰，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嗱，今日咧就聽到第10節啫，咁樣咁我哋見到咧，又係講係咪一啲領袖啦，係咪監督啊，要互相勸勉啊，咁即有啲都係好合理嘅教導。不過最重要連貫嘅咧係自高自大。講到尾咧，差唔多結束咧，都係講我哋有好多咩唇槍舌劍啊、爭辯啊咁樣。講到尾個骨子裏就係教會，如果入邊不知不覺間有一啲自高自大，係好破壞合作，好破壞咧耶穌基督心目中所建立嘅教會嘅，係嘛？咁呢個係問題。咁入邊咧就話，所以啦，我哋咧碎咗敬虔啊，即係你可能去爭競，本來可能出自敬虔嘅，覺得自己啱啊嘛，係嘛？我嘅解經啱啲，我嘅教會策略啱啲，但你合作唔到嘅時候咧，貶低咗其他人。所以另外一樣嘢咧，好重要，知足，即係你亦都喺個環境入邊知道，唔係下下都係自己，即係站喺最高嘅地方啊。當我哋知足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擺起人與人相處咧，就好唔同啦。去透過知足呢個概念，去幫佢達成上邊講緊嗰種咩咧？唔好犯即係自高自大嘅罪，係嘛？唔好諗歪咗啊！我哋面對現實，面對身邊弟兄姊妹嘅不同，一同去生活。好啦，因為我咧沒有帶什麼來，有帶什麼去，咁即係有冇爭咧？咁樣係嘛？只要有衣食，要該知足咁樣，呢啲都可能一啲比喻啦。特別嗰啲有錢嘅人係嘛？咁佢哋話咧，跟住下邊咧係嘛？有些人想發達，結果咧即係有財有勢有權力咧，結果成為咗咧佢哋嘅試探，結果成為咗佢哋網羅，陷入咗佢自以為是，好想即係自高嗰種嘅慾望入邊，結果係沉淪。呢個唔係淨係個人嘅沉淪啊，更重要咧係破壞咗咧教會嘅關係嘅，咁樣好嘛？好，今日其實好短啫，我試下咧就聽定咧提摩太前書嘅結束部分，作為一個總結，係嘛？聽長少少，聽埋長少少都係多啲嘅啫，聽埋第6章整個第6章嗰個嘅內容啦。最後，保羅喺信嘅結尾再一次吩咐提摩太要指責敗壞嘅領袖。保羅喺呢一度揭發佢哋嘅陰謀，話佢哋係想招攬更加多嘅信徒嚟賺大錢，收佢哋一大筆講員費。呢啲教師背叛咗耶穌，同埋違背咗佢知足簡約生活嘅教導。所以保羅指示嗰啲有錢嘅以弗所基督徒要喺善事上邊富足，慷慨好施，成為將所有資源獻上俾君王耶穌嘅人。佢就係嗰一個啟發咗結尾最後呢一首詩嘅嗰一位，佢係真正嘅萬王之王。提摩太前書係一封好重要嘅書信，佢幫助我哋對教會嘅本質同埋使命有個全面嘅理解。一間教會所相信嘅會直接影響呢個群體喺佢哋城市裏邊嘅生活同埋行為。所以教會嘅神學，佢嘅信仰需要持續咁樣俾聖經同埋耶穌嘅福音去批判同埋塑造。教會嘅公眾形象對保羅嚟講係非常之重要。
基督徒應該係被譽為充滿誠信嘅人，以做善事、服侍貧窮同埋軟弱嘅人而聞名。而呢一啲都係出於佢哋對復活嘅君王耶穌嘅忠誠。呢啲就係提摩太前書所講嘅嘢啦。好，咁啊，即係總結得好好啊，係嘛？即係我哋嘅本身師德係嘛，同埋弟兄姊妹嗰種嘅合作合群，係一個美好嘅見證。咁當時嘅以弗所教會就拗教啲，提摩太咧就即係，唉，即係任命要去面對咧，都非常之唔簡單吓。好，我哋聽日聽埋結束部分啊，拜拜。